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。21歲大學生沙巴斯坦斯爾斯 Sebastian Sales 2月底喺切柏咸 Chippenham 飲完嘢返屋企途中失蹤。警方近日喺搜尋期間發現一具屍體，雖然未正式確認身份，但已通知佢屋企人。警方同搜救隊一直喺雅芳河 River Avon 一帶努力尋找佢。佢之前被形容為備受愛戴同與家人關係親密，警方對佢屋企人表達慰問，並希望外界尊重佢哋私隱。詳細新聞內容：警方喺搜索一名失蹤大學生21歲大學生沙巴斯坦斯爾斯 Sebastian Sales 嘅時候，揾到一具屍體。呢名學生2月底喺切柏咸 Chippenham 一間酒吧飲完嘢之後，返屋企途中失蹤。沙巴斯坦最後一次露面係2月27號夜晚11點半左右，當時佢離開咗黑馬酒吧 Black Horse Pub， 閉路電視影到佢行向 Lovers Walk 方向，估計佢之後沿住雅芳山谷步道 Avon Valley Walk 向南行，所以搜救隊主要集中喺雅芳河 River Avon 一帶揾佢。當佢冇返到活飛嘅諾頓 Nutton Wakefield 嘅屋企時，家人開始擔心，於是報警。惠州郡 Wiltshire 警方話，參與搜索行動嘅包括警方人員、惠州郡搜救隊 Wiltshire Search and Rescue、牛津低地救援隊 Lowland Rescue Oxfordshire、其他警隊嘅專業支援團隊、本地商戶同埋支援慈善機構，大家都一直努力揾緊佢。之前警方呼籲公眾幫手揾人時，形容沙巴斯坦係備受愛戴嘅仔，同屋企人關係好親密。雖然而家仲未正式確認遺體身份，但警方已經通知咗佢屋企人。威爾特郡警司詹士布連 James Brain 話：呢個消息對沙巴斯坦屋企人嚟講一定係極大打擊。我喺呢度向佢哋表達最深切慰問，相信所有參與搜救嘅人都一樣。未來幾日，我哋會繼續向佢屋企提供支援，希望大家尊重佢哋嘅私隱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